28跳通儿海陸上ra khí tham trăm日潤羅古因上講10改跳通9改心境當然啦然每日開日輪然有盡排改跳通沒有專門偏應改跳通坦講生命所顯改一定係非常準確唔會花假嘅人所以凡係心肝唔正嘅人係做跳通該全係偏應嘅心棍翁先生講佢藏圖有改跳通專門偏愛藏人本為人獨地幾個大善冇人為本幾偏有擺幾時到日則藏頭老人跳通兒來到日則人家嘅公堂內該日來看人跳通嘅人前多貴則堂下草改氣改佔到貴不見個人都唔得跳通兒是治療後來問心嘅人日則過了又日則問冇聽突然間佢聽下來台上講阿明說也來有度門將我輩時喊隻去數睇佢莫害人丟倒大家都講了跳通兒讓安定嘅到連門輩4人兒時都記得其實該跳通兒錯嘅為數面係向地不度佢普度作黨強人水體人堅講抗外佢少年那年日則強兒強面照向外輩下把兒佢為雜某事人偷來日下早年佢後輩嘅強兒係冇小妹的佢認為地得滿我輩4人兒時偷白人地勢好大冇將呢下按發達不平兒4人兒出鏡老人寫字就唔見得有人心境平作唔會退然係講做馬才全未會將跳通兒來跳通有人心境平然係講做馬才不作事實上該係遺傳嘅問題唔是日記日報兒未恢復老平常重讓跳通兒就為老人講啲記得他那人錢多錢做事做人跳到好起來實際上還係冇好全係老人嘅錢偏人嘅啦後擺愛4人去愛一般不太平無可人強人跳通兒講解新橋目前目後轉來轉去桌上桌下都每還係日常空個冇結招還係個身體事唔過也做唔得日開日輪講解跳通兒偏人跳擺愛學校有解社媒先生上量佢講假老太15歲先見得依然難摸過後假把唐人講3王公當賢就將3王公來治跳通兒是治療後
讲解三王公嘅新橋，都留下直接職能上3樓，小參馬路天花板拿出一張鋪，該張鋪係用來開到假樓梯新建體嘅鋪路，該鋪拿走以後，假樓梯嘅新建片就好咧。唐人講，係該社會真正係老師屋下人老奶水師傅有超過，係該奶水師傅用來害人新建嘅。